伫咧嘉义市的国光新村有真侪防空河，这也是嘉义市防空河密度上介悬的所在。也因为拢无伫咧维护，渐渐歹去。暂有地方创新计划学生了解状况了后，办工作坊设计活动，各出绘本，希望会当保留在地历史，甚至活化一寡防空河。社区的时代介绍着老相片，来讲以前甲社区内防空河的故事。嘉义市参与地方创新的学生团队，近期来防空河上济国光新村，想要来互大家知影这的历史。其实我们没有看过防空洞，然后所以我们想要来了解一下，为什么国光新村会变成全台湾防空洞密度最高的社区。咱讲者有的下一代吼，拢唔知影讲阮遮有防空河。阮拢读先进国小嘛吼，先进国小阮也下课了，下晡时啊吼，就4点迄底啊就下课。就到遮走小就。国光新村较早是中油公司起的宿舍，因为迄当阵战争的关系，所以主体附近拢有防空河。学生透过调查认捌遮的历史，希望会当活化。李六嘛希望防空河的相关单位会当重视遮的问题。阮遮总共有12个防空河，但是这12个防空河吼，伊即马所保留完整的，吼，包括讲算讲伊较会当裸露在我们的可看的肉眼上。可能所剩无几啦。阮拢是无资料会当看，所以呢，阮的必须要用台语甲遮的长辈沟通，从他们从细汉到即卖的经验来甲我讲，遮国光新村发生什么代志。比如讲，宿舍是中油起的，防空河是国防部的，社区是民众维护的。第三方面无重视整下的状况之下，这12个防空河只会让豆豆消失，也是拍远加做粪扫的所在，实在是真可惜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